呢一套單位咧總價15.9萬然後咧交通非常之方便嘅，係啦，就係呢個對面咧就係呢個惠陽客運站啦，可以坐呢個直通大巴到呢個羅湖口岸過關嘅，亦都可以咧就喺客運站呢度咧乘搭呢個新惠二支線7號線等等嘅呢個巴士線路咧到達呢個沙田地鐵站嘅。然後咧呢一邊咧就係呢個惠陽淡水嘅行政服務中心啦，呢一邊咧就係鳳凰山公園啦，周邊嘅配套各方面都非常之好嘅。然後咧單價只需要3700蚊左右嘅單價，總價15.9萬。係啦，呢一次同大家介紹嘅呢一套筍盤咧，就係入正面積42平方，一房一廳嘅單位，總價15.9萬。目前咧停咗電嘅，所以咧房內呢一邊咧光線睇起嚟咧就冇咁光亮嘅。呢一度咧就係呢個廁所區域啦，呢邊係廚房區域，呢邊咧就係呢個廳嘅區域啦。地板咧係呢個木地板嚟嘅，呢一邊咧仲有一個生活露台嘅區位，水氣各方面都係有嘅，仲係呢個天然氣嘅，使用呢個天然氣嘅，係啦，呢一個單位咧，除咗呢個單價非常之平啦，單價只需要3700幾蚊嘅單價，總價15.9萬。然後咧周邊嘅環境各方面嘅呢個配套都係非常之方便噶啦。呢一度咧汽車客運站啦，到呢個羅湖口岸咧有呢個直通巴，或者乘搭呢個巴士到呢個沙田地鐵站都可以嘅。呢邊咧就係呢個免費開放嘅鳳凰山公園啦，平時中意行山嘅朋友咧就可以行下山嘅。嗰邊咧好高嗰座樓咧，下面咧就係呢個惠陽行政服務中心啦。呢一個單位總價15.9萬，如果係出租嘅話咧，可以租600到800蚊嘅呢個價錢。如果咧係做呢個按揭嘅話咧，上會嘅話咧，首期1-2萬啦，然後咧每個月都係供呢個600-700蚊左右嘅月供，係啦，月租都可以抵償呢個月供嘅。如果咧呢一套單位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聯繫我。陣間咧都會落樓同大家介紹下周邊嘅各方面嘅社區配套交通配套等等嘅。而家咧同大家介紹下社區嘅園林綠化。社區嘅園林綠化各方面咧都規劃得非常之好嘅，各個區域呢個兒童活動區域同埋呢個器材健身區域咧都係有嘅。社區嘅管理費咧係每個平方1.4嘅管理費咧都係非常之平噶啦，綠化率咧都非常之高嘅呢個社區。呢一度咧就係花樣年樓下嘅商鋪啦，兩邊嘅商鋪咧都非常之旺嘅，各方面嘅商鋪都係有嘅。就連濕街市咧樓下都有嘅。日常生活各方面都係非常之方便嘅。餐飲藥店士多等等嘅配套咧都係非常之多嘅。社區嘅後方咧就係惠陽淡水嘅鳳凰山公園啦。呢個鳳凰山公園咧係免費開放嘅。然後咧距離呢個行政服務中心咧只有呢個800米嘅距離。一個紅綠燈上去就係呢個惠陽淡水行政服務中心嘅。然之後咧樓盤嘅對面咧就係呢個惠陽淡水嘅汽車客運站啦。目前咧呢一度咧就有通往羅湖區域嘅直通巴士啦，亦都可以喺呢個客運站呢度咧乘搭到達呢個深圳沙田站嘅巴士嘅。有呢個新惠二支線7路線等等嘅。
各方面嘅路線都有嘅，甚至乎車站呢度呢，佢係一個總站嚟嘅，到呢個惠陽高鐵站嘅巴士呢，亦都係有嘅，喺巴士站旁各方面都非常之方便。本期視頻結束之前，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本期內容未必滿足你的要求，同一屋苑亦有其他類型的房源，你可以聯繫我，把你的要求話我知。本人從2007年至今一直在惠州從事房地產經紀業務，24小時歡迎各位嘅諮詢。如你身邊的朋友有需求，你亦可以將我嘅頻道分享給他。感謝大家。